大家好，我係 Ben 梁宇雄。現在已經係2025年嘅啦，咁相信已經係正式踏入一個 AI 嘅年代。大家有冇發覺一樣嘢呢？呢個世界上，喺呢個 AI 年代入邊呢，蠢嘅人係比聰明嘅人呢嚟得更有價值、更加珍貴。因為無論你幾聰明都好啦，你未必會鬥得過 AI。又或者 AI 就好容易就去模仿你，但係相反，如果你係一個蠢人嘅呢， AI 就非常之難去模仿你。咁所以呢，佢冇辦法去複製你。咁如果係計翻整個地球嚟計啦，你冇發覺一樣嘢？宇宙之中呢係好得意一樣嘢嘅運作，就係每一樣嘢都係好平衡嘅。咁所以你會留意翻宇宙係會幫一啲善良同埋蠢嘅人，佢只會對付聰明嘅人。Namaste。